下做位来领受上帝话，就是伫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4章第50到第60节。马拉基书第4章第50到第60节，白话是圣经第1047页，其他看见无？马拉基书第4章第50到第60节，看耶和华大过堂行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设先知以利亚到尼尼亚，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这个地。以上，这是咱要请亚伯斯来讲道。亚伯斯是国际真爱家庭协会的会长，伊讲道的题目是“将心归家，向最爱；将心归家，向最爱”。诸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周末真欢喜，会当通过地牧师教会邀请，我甲咱直接有淡薄的服侍。今早起，佫会当直接来做伙礼拜。咱拢知影。咱的教会是咱属灵的家，总是若好甲算看觅，咱基督徒伫即个地面上，拢总有几个家啊？你甲算看觅，咱拢有几个家才对？基督徒有几个家？3个，打3个咧？亲情的家吼，是讲出世的家，亲情的家，是讲咱的教会属灵的家，佫一个家是倒位？天家天顶咱的祖家是真好。若要佫讲较完全，实在是咱佫有一个第4个家，迄个咱叫做国家啦，咱基督徒伫即个地面上，嘛是有一个爱疼惜的国家，所以你看觅，这4个家，也是讲4个家，拢是咱一生，甚至咱到来生。脱袂离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若安尼讲，咱这个家实在是真正是咱的最爱。2001年，这个美国遭受头一摆，会使讲是头一摆，会使讲历史上界凄惨的一个受到恐怖分子的迄个攻击。咱拢知，迄2个世界大楼，世界贸易大楼，就无偌久，安尼规2个大楼拢知，去互2架飞行机炸毁坏去伫这样代志遮尔不幸，迄天有差不多2000将近3000人，安尼死亡。伫事后，即个有关的单位就将遐这2000多人最后死去以前。有敲什么电话，甲因调出来，甲因安尼了解一下结果发现到这死去的人无一个人最后伊敲电话是敲公司的同事股东还是讲伊的秘书还是讲伊的职员，伫遐最后咧交代咧讲交代公司的代志。每一个人最后若有机会敲电话，拢敲什么人？拢敲厝里的人所以这原来是佫一摆唤起咱知影讲，人到伫上尾要死时的时阵，最后要断开的时阵，伊所咧关心的是甚么？嘛是甲家庭有关系。洛杉矶伫4年前早起有一天早起8点半，有一架火车载几若百人要去上班的这上班的人，总是无拍算，火车都已经要到伫洛杉矶的迄个市内，总是出车祸结果有几若节的迄个车厢全系冰车啦所以死是100几个人，是洛杉矶这个铁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一个凄惨的一个意外。伫记者咧调查的中间，发现到因去翕到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就是一个中年人，迄天要去上班，总是不幸原来死伫迄个车祸内底。总是伊最后要死的进前，
迄张相片，即个中年人规身躯拢满身全血吼，啊，总是伊最后死的时阵，伊的手指啊、手吼、指头啊，伫停伫迄个车的座位的迄个背部面顶，用伊双腿的血，最后写一句话安尼讲：我爱我的某，我爱我的囝儿。啊，我看到即个相片，即张相片，心内不只有感动吼。我讲即个中年人迄天出门上班，总是却袂当转来吼。总是伊伫最后还佫点仔开的时阵，伊就将用伊身躯的迄个血写出迄句话，原来是咧代表啥物？代表伊到伫上尾啊，所咧咧少年的，所咧毋甘的，原来是甲家庭有关系。恁大概捌陪伴过临终的人嘛吼？我因为是牧师，啊，我过去几啊年伫即个病院侍奉，所以我比一般的牧师检测较侪陪伴即个临终的人。总是我若毋捌拄到一个临终的人，伊最后吼咧甲我讲，我足毋愿死的，因为哪？因为无加趁一寡钱啦吼，啊是讲无加开设一个公司啦吼，啊是讲吼我迄公司。最高的理想就是毋会上青吼，啊，这个拢无达成，所以我足毋愿死的。我毋知你敢捌拄到即款的人，伫临终甲你埋怨即款的代志，我想大概无拄着才对啦，我嘛毋捌拄着吼。总是我捌拄几啊摆吼，有个人迄个最后的表情，我还佫会记哩。伊真无奈，啊，真后悔，真悲伤安尼甲我讲啊，叶牧师啊，真可惜我遮健康的孙吼，袂晓好好顾家。袂晓好好爱家，也袂晓好好甲我的某，还是讲甲我的丈夫，甲我的侍道人，还是讲甲我的囡仔，好好享受最后的迄个亲情。即款的代志，阮若每一摆拄着，我拢足有感触的安尼吼。所以咱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伫背后要死的时阵，伊所讲的话是非常要紧的。我想这在拢咧说明啥物？说明讲，咱每一个人伫即个世间，实在是足疼惜的、上介要紧的、上宝贝是啥物？是咱的家庭。无论是亲情的家，啊是讲咱的教会属灵的家，啊是讲将来咱要去的迄个天顶的祖家啦。总是真可惜，即个咱所最爱的即个家，伫这几年一直咱拢看见着社会。足侪婚姻的问题，足侪离婚的问题，足侪家庭破碎的问题，甚至足侪咱迄个社会的迄个刑事的案件，迄个不法的行为，迄背后足侪拢是甲家庭的破碎有关系。所以联合国伫2001年伫遐发表一个足强烈的境界，安尼讲吼，咱人类伫即个21世纪要拄到上介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啥物？竟然毋是咱一般所想象的，讲是空气的污染啦，还是讲生态的迄个破坏啦，啊是讲经济问题，啊是讲战争的问题，毋是这的哦，是咧讲啥？讲人类伫即个世代要拄着上介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因为家庭面临破碎的迄款的危机啊！哦，咱今日所读的圣经马拉基书，伫搁较早几若千年前就安尼咧甲咱境界安尼讲共款的意思。就是讲做爸母的心，做老爸的心爱回转儿女，囝儿的心爱回转伊的老爸。同款的意思就是咧强调咱爱重视家庭啦吼。若无重视家庭的时阵，甚至最后咱的圣经是写讲遍地遭受咒诅，咱的遍地要受到大的迄个咒诅。实际上，即句话若照原文的意思是遍地要拄着灭亡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经伫几万千年前有遮尔严重的甲咱境界，今仔日我咱发现到一个无重视家庭的迄个社会，绝对会足动乱的。咱的教会嘛是足侪迄个细细你我的家庭来组成的，所以伫咱的家庭的中间，若一个家庭拢袂好势的时阵。我常常安尼讲，迄敢若一个破空共款，
啊，咱的教会若几若会破空，迄个教会就绝对会影响到咱的福音、教会成长，啊，甚至咱的信仰的见证。所以今早我真爱，毋望咱通过这段圣经来好好咱搁一摆来反省。实际上，每一个人拢真爱家，我一了解是安尼。总是大部分的人会今仔日家庭会变做渐渐忽略去，心渐渐无伫迄个家庭，拢是安怎？拢是有阵时有意的中间，无意的中间，特别有真侪人，特别咱台湾啊，咱大家拢真拍拼咧工作，趁钱我相信工作拍拼趁钱。起初的动机嘛是安怎，嘛是爱家嘛，对吧？所以有阵时我看到有一寡太太，用即款的话咧骂伊的丈夫我有阵时拢会阻止，有阵时会替丈夫讲话，伊安怎讲呢？伊讲你拢干那顾趁钱，拢无顾家啦我讲太太即句话无啥对呢。照我所了解，咱问咱家己就知影，啥物人出去趁钱？迄个动机毋是要爱家咧，对无？总是我原来会苦讲这个丈夫讲，听到太太咧讲这个话恁就爱好好反省，因为喏，因为绝对是伊本正知影你去趁钱是顾家，总是会发出即句怨言呐，绝对是安怎？有真个丈夫的心愈来安怎？则离厝愈远，有无则变做干那顾趁钱，就是讲我若趁较济钱。哇，安尼就达成我一个顾家的这个责任。总是殊不知丈夫伊所咧赚的钱，毋是囝儿，也毋是伊的厝的人，最安怎最满意的代志，最会当互伊满足的代志。迄个真正咧期待要毋望得到是啥物？毋望得到就是迄个亲情，也是讲王阿某的迄个爱情。这若无去的顺。你得到遮尔侪财产，也是讲遮尔侪钱财，也是讲遮侪提高迄个家庭的生活的迄个改善，总是安怎？总是迄个厝年的迄个感情，甲迄个亲情，甲迄个爱情，愈来愈无会顺，无人一定会真正满足。有一摆我去查某新娘去参观一个人买了一间足大间的厝，因叫做豪宅啦，豪宅。我迄天参观了，我才知影讲什么叫做豪宅豪宅就是用45分钟才参观得了的大间厝你就知影足大的你若去阮兜免1分钟你就看了，你就知影总是迄天虽然看到哈尼大、哈尼水的厝，阮感觉足稀奇的足兴奋的总是阮有注意到讲即个女主人甲阮交代，即个女主人那安尼沿路咧带阮参观迄个阮咧甲学老哇，咧甲称赞总是迄个表情，那会敢若无啥对安尼咱台湾话讲安尼苦过面安尼我感觉真奇怪。参观了，伊就伫即个餐厅讲泡茶要互阮啉啦结果阮开始要啉茶的时阵，伊就甲阮讲一句话，伊讲也无师母师娘，恁千万毋通心酸，阮住即款的大厝然后伊安尼讲即句话，迄个表情我学袂起来总是恁想看嘛。伊安尼讲，伊讲阮敢若阮只不过是住伫迄个冰宫伊讲我们只是住在冰宫但迄个冰是啥？鸡仔冰的冰哇！我看到伊讲迄句话，听到伊讲迄句话，才联想讲原来伊咧苦过面就是咧安怎？就是伊袂无欢喜、无喜乐，因为无喜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因的即个家庭无有真正所期待迄个三厅，住伫冰冷的宫殿，你有看卖所以迄天我想到圣经有一句话安尼讲，食素菜彼此三厅，较赢过食肥牛彼此三欣伫古约的时代，你若食素菜，就是表示艰苦人嘛若会当食肥牛当然就是好嘢人。所以换一句话讲，圣经用即节圣经甲咱提醒讲，咱若无钱，咱善食，总是咱的一家庭的人，咱会当彼此相听。嘿，赢过遐安尼，逐工拢食肥牛迄个好嘢人总是彼此相欣搁较搁较有福气。你敢知迄天我离开
个太太的厝塞车要转去阮兜。我足有感触的安尼吼，所以我专说变做一手换韩多路吼，换迄个驾驶盘，正手就伸喙吼，甲我目睭手卡卡的吼。我讲吼，嘿，我感觉今仔参观咱即个朋友的厝我感觉讲咱实在是咱有足福气的。咱虽然厝遐尼细，毋然呢，阮兜毋若讲细细佫对台湾救2只流浪狗，佫我囡仔佫伫美国佫捡1只流浪狗阮兜就咧说迄只阮的狗无顺样坚持，讲狗就是咱厝里的人，所以拢住伫内底安尼所以安尼厝的是安尼足闹热滚滚安尼总是我迄工真正感觉讲足感恩的，因为咱有一句安尼讲安怎讲金窝比银窝不如我家里的什么狗窝真正我真正有迄个感触。所以我足感谢主的，因为我去体验着讲，真正圣经所讲的，咱毋是讲基督徒袂当住好厝，也毋是讲基督徒毋通开好的车。问题就是讲，你得到遮，你甲上帝关系什么款？你甲人的关系什么款？特别甲你亲情的关系什么款？甲你翁仔某的关系什么款？那得到遮的总是你无较幸福。那安尼，得到这无拄较有福气，敢毋是安尼？当然，咱基督徒，那上帝祝福咱，互咱有富裕，佫咱家庭佫真圆满。我常常讲，兄弟姊妹，你莫袂记，即款的家庭，恁着爱逐工举行家庭感恩礼拜，总是咱若在做，根本2方面拢得袂到的时阵，圣经要甲咱提醒讲，咱的智慧就是爱会晓选择迄个顾家。疼惜家庭，享受到家庭的迄个彼此的相疼，较赢过遮的一切。有一天我咧塞车伫高速公路看到一个迄个卖厝的迄个一个广告讲迄个广告广告了足好，因为迄个风景真水的所在，佫一间真水的厝，毋然呢，一家伙4个人牵手已经徛伫已经厝的头前，你会当看出。即家伙人安尼足温暖彼此足相疼安尼然后下骹敢若一句广告的台词安怎讲这就是你梦中的你梦中的家啦，这是你梦中理想的家。有影真吸引人所以厝买了足好安尼总是我到尾慢慢想讲，嘿，这个建筑公司伊凭什么？伊是咧卖一个家人。建筑公司所咧卖是卖什么？卖厝尔，敢是安尼，对无？是卖房子，而不是卖一个家嘛，对无？总是我感觉讲，这个广告讲要成功，就是讲，因为伊知影人的心理你买一间新的厝，搬去伫迄个所在。毋通干那讲哇！即摆将来安尼大数字就好啊，毋是，就是咧毋茫讲搬去间新厝了阮的翁仔某的关系，阮的亲情的关系会搁较美满，会搁较温暖，这个家庭变做甜蜜的家安尼总是咱拢知影，甜蜜的家绝对毋是干那靠砖也是讲铁棍、空鼓力安尼甲起来。甜蜜的家是通过彼此的相疼，敢毋是安尼？才会当建设起来，所以真可惜，今仔日咱本正每一个人拢拥有一个家，一个相疼的这个家庭，总是这个家庭、这个家，渐渐才变做敢若剩一间厝，若安尼时阵，就是欠缺迄个内底迄个彼此相疼的迄个款式，若安尼，请毋茫会记今仔圣经甲咱讲，咱爱唤起咱家己。我也毋茫咱基督徒，恁所熟悉的亲戚朋友，绝对有真侪人有婚姻家庭的问题。咱唤起因，原来爱顾家咱知影基督徒顾家有2个关系伫个，一个就是甲教会的关系。圣经咧讲到迄个龙子回头的故事，咱知迄个龙子到尾也回头转来，对无？转来伫老爸的家。我也相信讲，圣经虽然无安尼讲，总是即个龙子，伊到尾也变做变做一个足慈祥的一个老爸，敢是安尼？
意思是安怎？意思是讲，一个基督徒要未信主之前，你我咱拢是龙主吼，伫信仰讲起来。今仔日咱找着咱的属灵的家，通过咱的信仰来伫教会。总是咱伫教会要做啥物？伫教会咱要受造就、受提醒，咱的生命受改造，改造变做啥？变做一个更较善良的人，包括咱要行做一个更较友好的囝儿，更较有疼心的爸母，更较相疼的翁仔某。所以你想看觅，咱的基督徒，咱若伫属灵的家，咱会当得到即款的生命来改变咱的亲情的家的时阵，咱的村的人呢，还未信耶稣，咱要影响因，要向伊做见证，甚至要向伊传福音，敢是无困难才对，敢是安尼，对吧？吼。所以今日我真望讲。咱来咱的教会，这是真正咱爱好啊、疼惜的属灵的家的所在。我也足望咱爱以后转来上帝的家，甲兄弟姊妹一只做伙敬拜、做伙学习。总是我一只也要提醒咱原来都爱欢喜转去咱的亲情的家。迄个家若有问题，你本来是无想要欢喜要转去，甚至你来教会上面的理由就是要躲闪，你无满意的即个亲情的家，所以今日我要用上帝话甲咱反击讲，你嘛都爱回转你的心，转去你的家，好好有勇气。那咱有亏欠，咱甲咱的某囝，甲咱的村的人会失礼，咱求因赦免，重新做人。是咱村里人若有甲咱有所讲的，有互相有迄个伤害，来彼此原谅。望咱原来会福岛，伫咱的教会迄个彼此相听的见证，原来会当带转去伫咱的厝，和咱的厝得到真正同款的迄款的见证。第二方面，今日我要讲的就是咱先爱将心归家，因为即个家有咱的亲人。即个亲人毋是永远甲咱做伙伫咧，你知嘛？我常常讲，上帝创造世界遮尔济人，你甲你的亲人成做一家伙的人，即有上帝特别的迄个美意伫咧。咱阁是干那世人嘛，干那7摆成做即款的亲人，对无吼？所以即个亲人应当就是咱爱至亲的人，所以咱都爱好啊珍惜即个亲情，甲迄个翁仔某的迄个爱情、迄个感情。殊不知我看有真侪遮结婚的人吼，哇！伫咧谈恋爱的时阵，伫迄个新婚的时阵吼，安尼甜甜蜜蜜吼。有的人甚至用迄个亚当看到即个夏娃。讲的迄句话，摕来安尼甲对方讲你是我的骨中的骨，你是我的肉中的肉吼。所以这40几年咧做婚姻家庭的辅导，发现到有真正哪会遐尼紧就变做讲，你变做我的骨中的骨刺，你变做我的肉中的肉瘤安尼啦。我感觉这绝对毋是上帝本正的意思，也毋是每一个结婚的人的毋望的对无吼。啥会变做安尼？就是安怎，咱拢渐渐离开婚姻，离开咱的家庭，愈来愈远。愈来愈远，所以咱必须要及时爱紧把迄个会当回头的时阵，咱就爱紧回头。咱毋通咧听后讲我的是大人都嘛阁上有真健康咧阮翁仔某嘛才几岁将来翁仔某的年纪才阁济咧。哇！听后我退休咧阮才来安尼作环游世界一年一个安尼吼。我的囡仔嘛，即马才小学，我的囡仔嘛才中学尔，也早咧吼。我甲恁讲吼，一望年仔咧过日子，都几若年安尼吼。电牧师甲我是伫中原，我比悬2届的一个学长吼。当时阮离开中原，拢超过40年我毋知阮还阁有一个40年无我感觉我绝对是无啦吼。因为阮兜若照我所了解，阮兜的亲人真少活超过80岁，阮这个传统这个较歹的吼。所以我坦白讲，真正愈来愈感觉着讲4篇90篇咧讲的一节圣经讲，咱都爱常常算咱的年日，算咱的日目的是啥呐？圣经讲要互咱得到安怎智慧的心呐。智慧的心，甲今仔日我讲到有关的，就是咱爱好好珍惜亲情。好好珍惜迄个爱情，迄个珍惜的就是爱及时，爱马上，都爱去把握。
恁大概甲我共款参加过真侪葬式，对无吼？啊，伫葬式的中间，迄个花堂，绝对是布置真侪，才会真水、真高贵啊，才会花，对无？哦，这是好水的代志。总是有当时我参加葬式，有当时甚至主持人的葬式，啊，看到这个花遐尼济顺，有当时我会一个疑问啦吼，啊，是讲一个真想爱知影一样代志，就是讲嘿，死去的这个人倒伫观察吼，啊，生前剩的人毋知捌送伊一蕊花也毋捌，啊，若毋捌的时阵吼，迄天花堂遐尼水、遐尼高贵的花，对死去迄人敢有意义？敢有意义？照讲是无意义啊，对无吼？啊，迄就是无珍惜，对无？啊，死的时阵才好，啊，遮尔济花。啊，个啊，伫葬式上个感动人的一个节目，就是亲人咧讲出死去的人孝念的话、感谢的话、感恩的话，有无吼？哇，讲的人安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安尼足感动人。啊，咱听的人嘛，咱直直咧七目屎，有无吼？总是有当时啊，我真了解迄个家庭，即个死去的人，今日。拄啊，人甲讲的遮个好话吼，即个死去的人生前绝对是毋捌听过。毋若遮个话听无，啊听拢是安怎？遐个辱骂，甚至安尼伤害的话，有吼？啊，安尼的时阵，今日咱听到遐尼感动、遐尼有意义的话，就变做无意义去啊，对无？所以迄叫做无珍惜。哦，圣经甲咱讲咱的年日爱好好算，因为喏，因为。虽然即马人讲，咱拢愈来愈长岁寿，哦，活到80岁，甚至活到90岁，检查是真容易的代志。有一个长辈会，我去演讲，因甲我讲啊，叶牧师啊，哦，即马90岁满家拢嘛是，吼，感谢主，咱愈来愈长岁寿。总是你甚至要活到100岁，咱的时段有可能长岁寿到100岁，啊，100岁嘛是安那吐一个气都无啊，对吧？吼。100岁嘛，那亲像困一暝，啊，就醒啊，就无去啊，对吧？吼，所以咱爱紧珍惜。何况安怎？何况咱伊就啥？咱咧讲平均寿命，毋是保证寿命。咱真欢喜看着讲，哇，即马人安尼真福气哦，你平均的寿命愈来愈悬啦，吼。啊，所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不真容易的代志。总是我搁讲一摆，平均的寿命，毋是保证的寿命。啊，若无恁若捌去病，你就知影，迄急诊室，迄个加护病房，那拢有，嘛那有一寡迄个40、50岁啊，嘛那有一寡20、30岁啊，还佫有安那拄生出来囡仔嘛有无？这叫做啥？这叫做人生无常啦。所以若无常的时阵，你搁较多爱谨慎，因为毋知影你今仔出门，毋知会当转来无？等下我讲的迄个洛杉矶的迄个火车出车祸有无？哦。我自从信主了，愈来愈知影讲，咱每一工会当目睭天金，咱爱感谢。总是咱目睭天金出门，咱毋知影讲今仔咱会真会转来袂转来。我因为这几年咧主持即个国际即个机构，啊，我比一般的人检查坐飞轮机较济哦。我有一年有坐39摆的飞轮机啦吼。啊，我已经足早就有即个习惯，就是讲赛车啊，我就是将我的性命交下主啊吼。毋是讲你真后赛车，你真有经验，你就拢袂出车祸，你知影对无吼？你毋知影咧对无吼？啊，坐飞机佫是较需要着爱祈祷有无吼？特别最近这针对迄2001年即个恐怖事件了吼，你大概坐飞机吼，那是像足恐怖安尼对无吼？好啊，总是有一摆。我坐长荣公司对洛杉矶要转来咱台湾，啊，伫迄个3万外公，迄个英笑的迄个天空顶吼，啊，突然间一个迄个乱流来啦吼，连我安尼有绑安全带的，都安尼规个身躯差不多起来夹起来安尼吼，拄啊，大家拄啊食饱尔，啊，迄个空中小姐咧收遐物件，啊，有一寡迄个皮带位人，轻拢安尼规个拢四散，啊，甚至有个一寡太太吼。甚至包括一寡男士嘛，伫遐咧喊，甚至有一寡太太啊，伫遐咧吼啊，你看，啊，听上那就像这声吼，大概真正大代志安尼吼。啊，我庆一个吼，我嘛家己安尼想讲，主啊，敢会即个顺啊吼，啊，我就想讲，啊，若即个顺对遮起哩嘛较紧，安嘛袂歹，吼。
当然感谢主，我今仔佫徛伫遮，就是讲迄个时间还未到。总是我甲咱讲，我遮侪年来真正足敏感的，就是讲，咱爱每一个时阵准备好势。哦，伫咱的信仰，咱已经把一只了要去天顶的租家，对无？啊，总是你有把握讲，今仔你若离开即个世间，你对家庭来讲起来，你无遗憾无？你对亲情来讲起来，你无遗憾嘛无？哦，啊，若是抑佫有诶时阵，今仔即篇圣经就是要帮助咱，咱着爱紧回头，紧把握，紧去处理，紧去改善，紧去享受，哦。啊，若无诶时阵，真正咱诶四边咱至亲诶亲人，一万年久都无伫咧咯。哦，我再去敲电话转去学牧师娘，甲我讲一个足歹诶消息，就是讲伊诶一个弟弟，我若咧做牧师，伊即个牧师娘诶弟弟，讲伫台湾伫咧足好诶大学伫遐做教授，休热，所以全家4个人就去夏威夷佚佗吼。讲是昨昏得到一个足歹诶消息，讲即个弟弟吼，就是讲因弟弟诶太太诶弟弟，咧受水了中间才淹死安尼吼。所以你看，遮尔幸运，遮尔快乐诶一个休假全家去夏威夷度假，这是足好诶代志对无？总是哪会知影讲这样代志，才变做遮尔悲哀诶代志。伊诶兄哥拄啊伫中国咧讲学，伊兄哥捌做过即个成大诶即个学院诶院长，就要紧赶转，因为哪，伊知影讲要赶转去台湾啦，要赶转来咱台湾，因为哪，伊伫台南，因还佫有一个老爸90岁，成大教授退休，所以伊袂当赶去夏威夷处理即个代志，伊诶姐姐。也是讲我牧师娘的弟弟，因做伙去夏威夷要处理即个善后的代志。总是即个兄哥对中国搬转去台南，要来陪伊的老爸。因为一个90岁的老爸听到一个遮尔优秀的囝儿，安尼一万年久安尼，就即个意华过身吼。还佫毋难呢，牧师娘佫甲我讲吼，讲因本正按算迄个9月要替因老爸做90岁的生日，全世界的囝仔孙拢联络好势要转来吼。即摆拄着即个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会当坐入即个所在，咱来感恩。我佫讲一摆，咱每一工目睭天金，咱都爱好爱会晓感谢。总是咱会晓交托，总是伫感恩甲感谢了，咱都爱会晓好好珍惜。珍惜咱无论伫教会的信仰的生活，兄弟姊妹的三听的生活，佫较着伫咱的亲情，咱就好好去享受，去好好去珍惜。若是安尼，咱就是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最后佫要甲咱问一个较严肃的代志，就是讲，今仔日若咱离开世间，你还佫有啥物危险的所在啊？你甲上帝的关系，你甲兄弟姊妹的关系，你甲你的爸囝的关系、母囝的关系、翁仔某的关系，你还佫有啥物危险啊？无嘛？假使今仔日你是即个世间最后一工的时阵，你会当做啥物代志？才能好好来思考，三脚来祈祷。主啊，求你圣神继续感动阮。阮伫即个世间1万年久都过去，总是阮知你有互阮遮尔至亲的亲人，甲阮的教兄的姊妹、属灵的至亲，是要互阮三听，互阮来享受、来见证主你伫阮的中间做阮的主。但今仔日你既然用圣经的话提醒阮，求你圣神继续感动阮、催逼阮。阮若有需要回头、重新回头、悔改，伫你的面前，悔改伫阮的亲人面前前，求你赐予阮这个勇气，阮看见来伫你的属灵的家的每一个家庭的人，毋是要多闪亲情的家庭的问题，是要互阮带着主你的听，甲你互阮的迄个快乐，登去改善，登去处理，登去享受阮的亲情的家庭，求你继续帮助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圣名，阿门。